，OK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放这样。没啦，看看那。那个 PPT 帮我弄到那个讲到部分。
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真欢喜看到大家笑面满满入来圣殿来向上帝查结连。啊，真正是一件幸福佮水的代志吼。啊，咱着爱满心来感谢伊。咱做伙来做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有机会过来到你的圣殿，甲你相拄。求主你安静阮的心，透过今仔日的诗歌，今仔日的讲道，甲你有好的结连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伫开始锻炼咱的信息进前，我查到一个伫神学家奥古斯丁对诗篇148篇的解释内底，伊讲：你敢知影诗歌是啥物吗？诗歌是用来讹落上帝的歌。若是讹落上帝，煞无唱，这就毋是诗歌。若是你唱歌，煞无讹落上帝，这嘛毋是诗歌。若是你讹落别的物件，无讹落上帝，虽然你是用唱歌的方式来讹落，这犹原毋是诗歌。总讲一句，诗歌必须包含这3个元素：歌曲、讹落、甲上帝。伫歌曲内底讹落上帝，这就是诗歌。好，请咱掀开圣诗203首，对甲其中所充满的。今仔日所唱的203首，写曲的人是真出名的德国音乐家巴哈。伊伫1762年完成曲的部分。另外，伊嘛创作真侪甲讹落上帝有关系的音乐作品，互后代基督徒会当欣赏，或者是演唱，用各种无同的方式来体会上帝救恩的奥妙。这首歌词是咱台湾的杨世阳牧师杨牧师伫1964年所写的。咱知影杨牧师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新信息，伫歌词创作、编写甲翻译方面，拢有真大的贡献。因的时代虽然前后有差了200年。毋过，咱相信因对上帝拢是真忠心，为着互师主甲众人献上因的一切才能，咱嘛会当伫侪侪信息作品内底看到因付出的成果。感谢上帝赐予咱遮好的音乐家甲文学家，照着巴哈所写的遮水的音乐，望咱亲像杨牧师所写的歌词共款。伫礼拜吟唱圣诗的时阵，用清气的心，搁较单纯来瓦近咱的主。接落来，请兄弟来读第1节，姊妹来读第2节，第3节咱同齐来读。全部读完了后，咱来吟全首。第1节，请。第2节，啥人会上上帝圣山，徛伊圣的所在，清气的手，清洁的心肝，诚实是主所爱。第3节，心无虚假，无囥奸贵，这人主要赐福，搁对上帝得到恩惠，因是找主民族。咱来吟全首。啥人为
山，徛伊生的所在，清气的手，清家心肝，诚实是主所爱，心无负价，无空间贵，这人自白思我，各对上帝一条恩惠，应是切主面上。接落来，咱献开圣诗618首，咱着信靠上帝。这首歌词是1656年，保罗·葛哈特所创作的。伊是一位德国的神学家、路德宗的宣教士以及赞美诗的创作者。葛哈特总共有写了123首圣诗，伊嘛甲真侪拉丁文圣诗翻译变作德文。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出版的圣诗当中，有3首是葛哈特的作品，包含即马这条。这3条后来拢互巴哈作曲来改编。这首是后来巴哈伫1736年作曲来完成。其实，互巴哈落名的圣诗并无多，这是上出名的一首。咱看到咱着信靠上帝，这是德文歌词的第一句，用第一句当作歌名，是互众人搁较方便会记咧歌词。吟这首的时阵，邀请大家更搁较侪会来思想上帝甲咱每一个人生命的连结，搁较深会体会上帝的真理甲信息。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以及达受克圣神伫阮内底的带领。接落来，请姊妹来读第1节，兄弟来读第2节，第三节咱同齐来读。全部读完了后，咱来吟全首。第1节，请。亲信毋忘靠主来行。一切工作为成。第2节，惊吓咱着拄去，毋忘无得累志。上帝知咱一切苦难，怜悯体帮助。第2节。第3节，但愿无论死活，传播真理无煞，宣扬救主疼痛名字，直到拢迄时。主，你知阮软弱，检查念头私欲，求你赞阮软弱骹手，逐时扶持保守。咱来吟全首。信靠上帝，真情全无替，深深毋忘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为成，惊吓咱着拄去，毋忘无得累志。上帝在咱
受。咱团练到这，请咱备办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。请咱做伙来吟新圣诗，新圣诗第203首，对甲其中所充满的圣诗203首。对甲其中所充满的，对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总属主上帝。伊将地建立伫海面，安置伫水顶面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地中所充满的。拢总属主上帝，伊将地建立伫海面，安置伫水顶面。啥人为救上帝，圣山徛伊圣的所在，清气手。是主所爱，心无价无可，甘归一人主耶稣。各对上帝得着恩惠，因是最主民族。请坐。
这时，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咧周报的第7页，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请咱做伙来启用，伫个信圣诗的后壁面启用文第7篇。信圣诗的后壁面启用文第7篇，也是诗篇19篇。好，现着咱三甲来启用。天宣布上帝应邀，即日对迄日讲话，无言无语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搭布边，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，对天的这边出来，射到迄边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上主的命令可靠。上主的诫命公正，上主的教示纯洁，敬畏上主着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。律法，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。世人会在家己的错误，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因袂故意犯罪。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。这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引带、稳定甲慈爱。互阮会当诚做属你的囝儿，享受你所赏赐互阮的平安甲喜乐。伫对你亲像伫天里，互阮会当伫个即个无完美的世界当中，靠主你悠远有坚固的信心。我靠主来得到帮助，搁对你遐来快乐。我要继续为着即个无平静的世界来关心、来祈祷，求主互世界遮的大国、强权的执政者、政府官员有一粒人民百姓的心，有智慧行公义来处理冲突，互遮的战争紧紧来煞，互世界恢复和平。特别求主看顾乌克兰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的正百姓，因为战争的缘故，
侪无辜的人的生活受到真大的影响甲威胁，甚至来丧失性命。求主怜悯施恩，保护你的囝儿，愿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因同在。阮上时也要为着阮即块土地、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。阮所选的新的总统，伫5月20日就要来就任。面对中国的威胁，主啊，我嘛要求你，赏赐属天的智慧，互赖总统，互伊甲伊所领导新的政府，会使好好来管理即个国家、即块土地。听阮遮的百姓，就亲像主，你听你的囝儿一样。阮教会中，伫个5月、6月、7月，也有侪青少年有拄着升学的考试，阮也要为着因来替因祈求祈祷，求主互遮个细囝因的心有平安，袂紧张，因为阮主啊，阮知你是阮性命的主宰，阮出阮入拢会得到你的保守。阮嘛要为着阮教会柯牧师一家来祈祷，愿上帝保守牧师的家庭，因一家的健康，甲教会事奉、功课学校的功课，拢一直经历你助理的丰富。只是阮教会也有申请传道李和夫妇来到阮中间，也求主，互因的服侍拢有对上帝你遐来的快乐甲智慧，有你满满的祝福伫因的身上。阮教会中也有侪身体欠安、身体有状况、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阮也要为因来祈祷，求主你继续看顾遮的兄弟。互因就算是身体有无爽快，但是因的心思意念，嘛会当逐日靠着主你的话语来更新，领受你所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这个世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你有应允阮有平安，阮要继续为着逐项代志，继续来仰望你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赏赐阮平安。阿门。好，这是咱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个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44节到48节。伫个圣经的新约，圣经后壁面第147页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44节到48节。好，44节我来读。彼得犹句在讲，这个话时，圣神降临。伫见若听道理的人，奉各类的信徒甲彼得三甲来的，因为圣神的赏赐，也降落伫外邦人，就拢奇怪，因为听见因用这个腔口在讲，佮学了上帝最大。彼得就应讲，这个人已经受着圣神，亲像咱一样。
治水为禁止用水甲因惊洗礼啊，就命令因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对安尼请伊带几六日以上。献诗，而且圣歌队因今仔要唱的诗歌是《哦，赐平安的上帝》。
下面咱请柯牧师来讲道。伊今的题目是信息带来的结果。信息带来的结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每一个时刻你拢保守看顾阮，互阮领受对你下来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快乐。因为你的恩典，你的听动，互阮当搁一届自责来听你话语的教示。愿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来明白你的旨意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身看顾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伫咱即马生活的时刻，就是讲咱即个世代，咱是生活伫一个真资讯发达的一个时代。因为咱每天早起起来，第一件代志是做啥？咱早起一起床，咱第一件代志是做啥？对。咱在头一个为咱的面床头，还是咱的桌仔顶，咱先甲手机仔摕来，要做啥？看昨暝咱咧困的时阵，有偌济信息入来到咱的手机仔内底。侪人会安尼，当然有的人袂安尼。因为咱已经伫即个资讯发达的即个时代，咱透过手机啊，咱会当知影真侪信息。但是咱每一个人所领受到，也是咱接受到的这个信息，拢无共款。虽然咱有共款的即个群组，总是咱有侪搁较无共款的信息的来源。所以至到咱会对这个信息有咱个人的偏好，咱会对家己所要想要看的有真多，所以咱接受到这个信息，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无共款，拢有差异伫的。无论这个信息是有关伫政治、经济、科技，也是财政，也是社会议题、国家的安全，也是你生活中一切形态，你的啉食你的所有一切遮的资讯，其实拢互咱对咱所接受的信息，咱有无共款的看法。那呢，咱拢读共款一本圣经，咱对圣经的理解嘛无相像。共款的一段经文，伫咱每一个人生命无共款的阶段的时阵，咱有无相像的理解。嘛，对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启示，所以我咧想的一件代志是，圣经互咱每一个人的信息所带出来结果会无相像。圣经互咱共款的经文，那呢，互咱有无共款的领受？为什么有这款的差异呢？我咧想的是。可能咱对每一个信息的了解的程度，也是这个信息所带来的面向，咱有无共款的理解。所以对咱咧面对一件代志的时阵，咱对这件事件的了解，真重要的是取决着对这个信息的来源，以及咱所接受的这个信息的量是有关系。咱若用数字来分区的时阵，咱所领受对这件代志的信息，若是1分到10分的时，分数愈悬，代表咱领受接受到这信息的量真多，咱会当做出更较好的这个决定。咱所展现出来的结果，嘛会较接近咱所想要伫的这个目标。特别伫工作、伫企业。伫这所谓咱的生活的场所，咱若有更较侪资讯的量入来到咱的身躯顶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做出较正确的这个决定。那呢，当咱咧传讲上帝救赎的恩典这件代志，就是主耶稣伊牺牲的这个疼，就是伫信心保惠师同在的这个时刻。咱咧人传讲这个代志的时阵，
你所讲出遮的信息，要互听到的人会当真正接受到偌济咧？也是讲，因听到有关基督的代志，因听有是偌济咧？顶个月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，后壁有一段就是讲到彼得的代志。头前是咧讲到扫罗怎样互上帝引带，怎样伫光的照的内面，伊改信来跟对耶稣。所以对迄件代志了后，伫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逐所在的即个教会，因有一段真平安的时刻。伫迄个时刻的平安，是对教会建立，因为即个平安来建立，而且伫敬畏上帝以及信心的劝勉甲安慰的中间，互当时遮的人因无惊吓环境的影响，继续向前行。圣经记载，聚会人数就日日来增加。了后就记载着彼得，就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的后壁，以及咱今仔日所读的第10章，就是咧记载着彼得伫外邦人中间工作的情形。照着彼得伊的角度，就带出保罗，伊要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，而且要去到各地来宣扬救主恩典的这个信息。对第9章的后壁，咱看到，咧讲到彼得医治了以利亚的故事。当彼得死过咧行走的时阵，伊咧执行着伊的责任。所以当彼得拄到即个变随的以利亚，伊就宣布讲：耶稣已经医好你啊！这个是伫以利亚真无助的时刻，伫困境的时刻，伫身体互即个变随所绑条的即个时刻，彼得讲一句话的话语，以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创造了一个新的可能性。就是以利亚以一个新的生命，成做一位见证耶稣基督的人。嘛，因为以利亚的缘故，互伊厝边侪人拢来归信耶稣基督。伫这段记载了后，作者路加带咱入去到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伫约帕的所在，有一位妇人人，名叫大比大。伫希腊话的内面，伊的即个意思是道家。伫遮个新约的圣经内面真特别，就是敢若唯一的一解，用希腊文文图即个字来形容这位妇女人，因为伊配得称作文图。怎样讲呢？路加通过彼得即个掠去的。来圣殿即个官位的人来讲道，路加记载着以利亚这位变随的人，徛起来四过行，人来改变因的性命。然后这位大比大咧主持着约帕这个所在，真侪送养的人，咱若对即摆的角度来看，伊是咧做社会福利的工作。伊是咧做社会救济的计划，大比大帮咱遮的送养的人，特别是有一群寡妇。这群寡妇伫当时是社会上低贱的人，因是真送养，因是真需要人帮助的。无人愿意要来代表因，也是无人愿意要来保护因。所以，这群人伫大比大伊的付出的下面，这群人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愿望。但是，咱看到圣经的记载讲，大比大这个时刻死去啊，伊的死，互这群人的生命，因的愿望拢总无去啊。大比大死啊，对这群人的意义是，因身躯顶所穿的遮个衫。
已经无人会当继续来帮助因啊。所以，当大比大的这件代志，咱若对犹太人的观念来看时，伊是咧照顾者送向伊伫困境内面的人。这是咧实践上帝疼人的这个观念。因为彼得来到大比大的边啊，伊真大胆的一个言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用这个行动，甲创造宇宙上帝，将这个耶稣基督国外的信念显明伫大比大的身躯顶。这是彼得伫使徒行传第9章的后面，伊咧实践着主耶稣爱伊去做遮的代志。伊是咧实践伊做一个使徒应当去尽的一个责任。咱看到伫使徒行传第10章开始，接续着彼得伊过来的遮的一切作为，伊开始向外邦人来宣讲耶稣基督信息的一个故事。这段对哥尼流到彼得伫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讲道，这段记载是伫《使徒行传》内面上长的一段故事，嘛是咧做耶稣基督要来拯救外邦人中间一个真重要的部分。作者路加称呼哥尼流是一个虔诚的人。这个记载就讲，伊甲伊全家拢敬畏上帝。咱若照着希腊文的虔诚，是咧讲着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确的认捌，然后有一个真合宜的回应以及行动。伫耶稣的时代，这个虔诚是咧形容着迄定咧参与伫犹太会堂的活动，但是无接受割礼的外邦人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哥尼流伊是一位外邦人，伊嘛是一位罗马的军官，嘛是一位虔诚敬虔的人。所以伊领受到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伊要去接待彼得，上帝要使用伊。上帝要互伊成做伊要用的器皿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要使用的人，其实甲咱想象的拢无共款。咱通过圣经的记载，咱对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彼得，也是哥尼流，伊拢毋是一位伫官位有权真重要的人物。彼得是一位掠鱼的。哥尼流是伫罗马这个军队内面一个真激战的一个军官，但是因拢愿意互上帝所使用，因为愿意，所以福音才有法度进入到外邦人的生活的内面。那呢，今仔日咱要安怎才会当将福音的信息？去讲互遐也未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主的人知影呢？当我也未呼调进入到神学院进前，我做过几种的工课，无论是伫餐厅，也是伫 7-Eleven， 也是后来做较长的一个工作是汽车的业务。后来家己开店，总是我咧回顾过去我这工作的经历的时阵，我拢是甲逐样的人有真多互动。比如讲伫餐厅，我爱甲客户、爱甲遮的人客爱有真多互动。你要食啥物啦？我的物件好食无啦？伫 7-Eleven 的时阵，嘛爱甲一寡厂商爱有往来，爱知影因进货，爱甲因拍招呼。啊，无半暝若送回来，甲你等伫门骹口，你就爱搬死啊！也是伫做汽车业务的时阵，毋但是甲客户有一个互动，嘛爱甲公司内面遐新车咧准备的遮的人，也是甲保修迄个修理厂内面遮的师傅，爱有真多的互动。迄阵我的生活
伊应该去讲大部分拢毋是基督徒。总是当我开始进入到服侍内面，我的生活，我的边仔的人，渐渐拢以基督徒最上主要的。过去的朋友侪其实即马拢无联络啊。我就咧想一件代志，我要安怎甲人来分享上帝的疼？我要安怎要甲人来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？我要安怎甲别人讲信神同在的这种感受呢？因为我边啊愈来愈多拢是咱主内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所以当我来到文山教会，我看到边啊有菜市啊，我真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去洗菜市啊，我会当甲菜市啊食的人，也未信的人，甲因有一寡互动。我会当甲教会周围，我定定去买物件食的商店，会当甲因做伙来讲话。我的方法是，我互因渐渐知影，我就是伫开源咱即个所在的文山教会的牧师。然后我会当互因知影，我的身份就是基督徒。但是我要做这个代志之前，我会祈求信心的帮助。我祈求信心帮助，互我会当每一届甲对方拍招呼，也是甲伊真底的即个交谈的中间，拢会当互因去看到，拢会互因会当去感受到上帝的疼。那呢，有人会讲，牧师，你安尼足忝的呢？你伫外口的迄个形象吼，你拢保持到足好的呢，吼。但是，若捌伫菜市仔拄过我的人，就知我的乌边空，吼。我要真实的展现的是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的作为。我毋是要保持迄个外在真完美的形象，我是要互人知影，我虽然是一个牧师，我虽然是一位基督徒。总是我要互恁看到的是上帝伫我身躯顶所有这一切恩典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毋是家己咧做尔，我嘛是咧祈求上帝会当呼召咱众人，互咱会当有迄个人来诉说救赎的恩典的即个能力，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有行人的即个勇气。为什么要有勇气？因为咱拢真歹势，咱会讲啊，莫啦，我要安怎甲你讲？我是一位基督徒咧，还爱互咱有即个勇气，而且互咱会当真实活出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的恩典甲心意。所以这一切拢需要信心的帮助，互咱会当看见上帝对你、对我的这个意向。伫过去这2、3礼拜，读到一位牧师伊写的一段话，我感觉这嘛是互我一个提醒，伫这个所在甲大家分享。这段话是讲，牧者真重要的专业是咧带领礼拜，因为伫这个世代，互同样的价值观也好，也互逐项的事、这些代志所影响，互人去未知到注目伫上帝的时阵，那呢礼拜会当互咱重新搁一届注目看上帝，会当互咱来听上帝的声。当咱咧搁一届来听上帝的话语的时阵，互咱正兄弟姊妹会当带着上帝所赏赐这的能力、气力，来行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。我想这段话是互我一个鼓励甲提醒，嘛用这段话甲大家来分享，互咱在面对这个世代的时阵，咱爱有勇气来面对一切挑战。所以当哥尼流一得到一个异象，是爱去接待彼得的时阵，伊要派人去找彼得。彼得伫厝顶祈祷，
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基督伊无确定彼得是一个敢若爱困的状态，也是伫一个戆神的中间，伊看到一个异象。圣经记载着有一块真大的布垂落来，内面有各样的动物。有一个声音甲彼得讲：“你将遮的动物抬来食。”实际上，这个声音是按呢一个命令的口气讲：“紧食。”伊爱彼得将这个顶面的物件拢食落去。这个命令3改，不过彼得遵守着神圣的这个啉食的律法，伊就讲袂当。那照着犹太的律法，毋是所有的动物拢会当食，特别是以色列的百姓，因为爱有算清气的，才会当来食。所以彼得就回答讲：“主啊，绝对毋通，因为我从来毋捌食过任何污秽、垃圾、无清气的物件。”这个回答是彼得照着敬虔的犹太人真自然的反应。但是彼得互这个异象所混乱，伊心中有一个困惑伫个，伊无明白这是甚物款的意思。所以当彼得还搁咧思想这个异象的时阵，信心临到伊的身躯顶。伊讲：“有人来找你，因是我所找去的。你甲因做伙去。”虽然彼得伊毋知影要去倒位，伊嘛毋知影要去到迄个所在要做啥物，总是伊心内真愿意。伊愿意伫伊身躯顶还有一个困扰的时阵，伊互上帝带往头前来行。所以我咧想象彼得迄阵伊的心内可能是安尼咧想的，伊咧想的是：主啊，虽然我毋知影你会带我去到倒落，但是我伫即个所在，你来带我愿意互你带往向前行。伫当时，哥尼流嘛已经邀请正亲朋好友伫伊的厝内底咧听候彼得。所以当彼得一入去迄个厝内底，对因讲话，彼得表明，若是用犹太教的教义来看时阵，伊应该爱避免甲遮外族的人来接触，因为这个接触就增加着伊伫犹太宗教顶面所讲的无清气。但是即时伊已经违背了这个律法。为什么伊违背？因为伊知影一件真清楚的代志，就是伊头前所看异象，上帝已经定性整理伊对这个清气甲无清气的观念啊。彼得对伊所看到这异象，这所互伊困扰的，伫这个时刻，伊得到一个解决的答案。所以彼得开嘴就咧讲信息。讲出上帝无看人的外表，上帝袂偏袒任何人，因为上帝伊家己会显明伊的公平甲公义。彼得要表明的是，基督是所有人的主，就是将外邦人接纳进入到这个救恩的计划内面。彼得所讲的话，甲许多经传头前伊所讲的，其实拢是相像的。伊咧描述着基督教、基督的宣讲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伫这篇彼得的讲道的内面，彼得发现一件代志，伊会当用希伯来的经文来为家己辩护，讲伊为什么伫外邦人哥尼流的厝内底这件事。总是彼得伊无要证明，但是伊要证明的是对基督主权的肯定。这个肯定毋是对律法，也毋是对先知来的证明，是对使徒因家己的经验甲信仰所得到的这个说明。所以彼得这篇讲道的信息，是伊家己所领受到的，伊所经验到的一个见解。
所以当彼得讲出家己所领受到的这道的时阵，伊就带出上帝要互正人恩典的这个主题，而且伊将这个恩典联系到在场所有的人，因为正人已经拢知影耶稣的这个事件，所以伊用家己甲正门徒、正先知的见证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受死甲救活，以及上帝已经立基督做万人的主。彼得要讲的一件真重要的就是，信耶稣基督的罪就一定得到赦免。所以当彼得在对正人讲的时阵，咱今仔日读到的是信心就降临伫在场所有人的身躯顶。在场所有人遮的外邦人的身躯顶，互即阵已经受割礼的对约帕来遮的犹太的信徒，因感觉真稀奇，因为上帝竟然将信心降临的即个恩赐互外邦人啊！即阵领受信心的人，因喙内底讲信心所要爱因讲的灵语，就是方言。这个方言有可能是哥尼流因家己厝内底所讲的迄个厝内底的话，也有可能是一般的人无明白即个属天的语言。但是即阵已经受割礼犹太基督徒，因清楚一件代志，就是圣灵降临伫即阵人的身躯顶的即种现象，甲因当初所领受的是同款的。通过彼得所分享福音的信息，伫信心的工作的下面，互在场侪人受到信心的感动。领受信心是每一位信徒因身躯顶真重要一个记号伫的，嘛是使徒行传中咧讲的受洗礼甲领受信心。所以彼得认为，爱互即阵领受信心的人接受洗礼，而且互因加入到教会组织的内面，互因进入到即个群体的中间。即个代志是无人会当阻止的事，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恁的罪得到赦免。即个是上帝救赎的计划。所以受洗毋是一件有也好无也好的代志，因为当咱人真正明白了真理，咱真心咧悔改信主，咱就接受洗礼。伫主耶稣基督上天之前，伊对门徒安尼吩咐讲：你为普天下去，传福音互万民知，信受洗就会得救。这是主耶稣所吩咐的代志。虽然伫圣经里面的记载讲，这件代志进前已经有门徒对外邦人传福音，但是咱若看使徒行传，真正对外邦人展开这个福音的工作，是对这个哥尼流这家开始的福音，对这个时期开始的。当时的罗马帝国范围真大，对地中海、欧洲、亚洲、非洲，整个罗马公民拢受到罗马希腊文化的影响。所以咱在想，若毋是信心的工作，福音哪有可能会传出去呢？今仔日咱对这种跨文化的福音的工作，咱拢感觉足习惯啊。无论是对咱台湾伫原住民，也是咱去到海外无共款语言文化的国家，咱拢感觉这真正常，咱会当去做。总是伫当时，这是一条真歹玩过的一条红高地的，因为有一个真震动的这个传统的包袱，以及对文化顶面真大的差异，会去阻挡人去传福音。总是照着信心，
伊即个异象的启示甲带领，甲加上谦卑顺服的彼得，以及敬虔敬畏上帝居的娘，咱看到伫《使徒行传》内面，即个福音的信息的工作有一个真大的突破。那呢，咱看到即个事情，牧师要问大家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愿意成做即个传达福音信息的人的时阵，其实咱毋免去烦恼，咱爱传的是一个真深、真好了解的道理，也是咱爱去解说迄个艰难、真无法度明白的神学。我要问大家的是，你敢愿意吗？你毋免去解说遮侪物件，那呢，咱要讲什么呢？咱若看到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彼得伫第10章34节到43节中间，伊所讲的遮个内容的时阵，彼得就是照着伊所知耶稣基督，伊所讲的话语，拢伫即个耶稣基督即个范围中间，即位万物的主来传讲的。伊讲出耶稣基督，伊是互信心所稳固的遮个传道者。伊是对死过活的救赎主，伊是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。这个是对彼得的角度以及伊的观点来讲的。那呢，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说明有关基督的信息呢？我来想，就对你家己的经历。就是你伫信仰顶面所领受耶稣基督遐来的救赎的恩典，也是你相信上帝这个过程，也是你对你安怎互上帝所开始使用，也是你伫信仰内面你得到的遮个平安甲喜乐。有可能你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你遭遇到一个困境，伫迄个困境内面。你怎样倚靠上帝？也是你的生命是怎样互上帝改变？等等这个事，这款的生命的见证，其实无需要用真深的信仰的这个语言，也是你要去论述真深奥的这个神学的观点，拢唔免，因为这是咧分享你的真实的经历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帝爱你我去做、去分享的信息。那呢，我相信这款的信息所带来的力量，不是咱人的，是对上帝遐来的力量。这确实会互人去真实经历到上帝，而且会伫信息的引传的下面，对方会对耶稣基督有更较深的认识。那呢，到迄阵，有些人会当阻止因来领水的洗礼的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先领受到你对阮的疼，阮先领受到你对阮的恩典。当阮生命得到上帝你的疼痛、恩典、救赎了后，阮知这是对你下来信息的力量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去分享，帮助阮，互阮进入到世界中间，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的交代的使命，互众人会当领洗礼来归向你。愿主赐福互阮。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使我阮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勇气，互阮来传扬上帝你的好消息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即时咱来唱回应的诗歌，回应诗歌是圣诗第618首，咱着信靠上帝。圣诗618首，咱着信靠上帝，尽职向前无退，亲心毋忘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为成。行行咱着拄去，毋忘无得累志。上帝知咱一切苦难，怜悯体贴帮咱。圣诗618首，请咱起立，来吟全首。咱着信靠上帝，尽职向前无退，全心毋忘靠主来行，一切工作为成。夜咱着拄去，毋忘无得累志，上帝在咱一切苦难，怜悯体贴帮咱，经过繁星往往，求主为咱开路，吞吞停后求主安排，到尾平安自在，愿主掌管治理，按伊命令指示，就在求主奇妙成就，智慧权能拯救。但愿无论是我，传播真理无煞，宣扬求主听他名字，的高临终一时，主你在愿乱了，干插念头思仰，求你在愿乱了卡手，得是夫妻无休。请坐。下面请大家闭眼心，来准备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也是，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就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
请坐。即时我要来报告，伫咧报告的内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读2遍。请，我捌甲基督同顶12架，我腰骨伫我，毋是由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我。搁我现今伫肉体所为我，是上帝的囝来我。伊捌听我，替我献家己，加列太书2章20节。我捌甲基督同顶12架，我腰骨伫我，毋是由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我。搁我现今伫肉体所为我，是在伫信上帝囝来我。伊捌听我，替我献家己。加列太书2章20节。好，来州的圣工分担，领唱是敬拜团，司礼是张文林长老，司琴是张丁贤弟兄，献诗是朱利奥，司献是电音教执事谢义宏执事，交台是电音教执事陈淑锦姊妹，音控是施浩轩甲张信群兄弟，讲告经理是柯牧师。拜三暗时查经祈祷会是出埃及记第8章，主理是李传道师，司会是林中校执事。礼拜的经文甲圣诗金句，请兄弟家己来看，主理是柯牧师。请咱现到周报的第6页。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，运动做伙来。吼，阮教会伫个5月26号礼拜下晡1点到4点，伫个文山特教学校，就是伫个秀明路迄间啦吼。文山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吼，咱有举办教会即个文山全民运动会吼。活动的内容有即个趣味竞赛啊，大队接力啊，竹排球咱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参加。这报名的时间吼，到5月19号，5月19就是下礼拜吼，搁有2礼拜安尼吼，5月19号，真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我知影兄弟烦恼啦，讲。我着已经有会啊，搁去走大队接力吼，迄若无势力吼，对无吼，出代志安尼。阮搁有一个啦啦队会使报名啦，啦啦队无写伫咧顶悬啦吼，搁有一个啦啦队所以大家会使用手机吼，扫描即个 QR code， 内底有一个啦啦队，就是讲吼，你去加油的啦，伫咧边可能替这厝内底的细囝啦，是讲少年的吼，甲因加油，因为这就是一个。交易的真好的机会，所以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安尼。好，这第1项。第2项，儿童主日开会通知，主日的教务同工伫个本主日礼拜11点，就是连面11点，要伫个地下室1楼来开会，请各分班老师上无就要派一个代表来参加安尼。好，第3项，中执会。开会通知是本主日礼拜中昼12点半，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劳部参加。第4项，妇女团契通知，请有报名。这母亲节感恩礼拜这第69届，有报名的姊妹要注意这时间日期是5月10号，5月10号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12点，地点是伫咧大场町教会。第5项，母亲节联合礼拜就是下主日，是母亲节联合礼拜，所以迄天干那一长礼拜尔，嘛请兄弟注意。第6项，下主日联合礼拜了后，玛纳团契甲少年团契，佮有社青团契要办这个亲子活动，有亲子活动，有手作小礼物，佮有翕相，嘛是欢迎兄弟留来中午伫地下室，双富团契甲主理
嘛有办理即个爱宴，吼，就是下礼拜哦，吼，咱会使留来庆祝这母亲节。好，啊，教会机体交通吼，就是咱教会内底有一寡软弱的机体，嘛，请兄姐来看这名，啊有熟悉来替因来祈祷，互来关心。好，啊，奉献的证明呢，伫咧周报的内底，请兄姐家己来看吼，若有出入的，昨会计甲出来订正。好，好，补充。拄则咧讲的即个做伙来运动，以及后礼拜即个母亲节吼，拢是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做伙来，吼，做伙来来做伙运动，来做伙伫母亲节内面的遮个活动吼。我想，互咱伫咱教会、咱家己兄弟姊妹的即个互动交易以外，咱会当将咱教会遮个活动介绍互咱的亲朋好友遮，也袂林万耶稣基督的人会当知吼。所以，请咱大家当邀请吼，邀请这个活动，毋是讲咱教会内部的活动，是咱愿意互众人来做伙参与的，这特别补充的报告。好，这是咱来唱平安礼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咱兄弟会使互相来请安哦，吼。咱做伙来唱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囝儿，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诚做上帝子民，因为耶稣诚做些，因为耶稣入光明。耶稣，咱有国外的日时，欢喜救主我命，欢喜给人的主听，因为耶稣风雨山野主事定。咱犹原徛咧来吟岁月面的圣诗，圣诗第389首，俄罗上帝至关至尊，吟诗煞，咱请科牧师来祝祷。俄罗上帝至关至尊，造化的主万好原本。天定生在天的万民，愿万我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使稳定疼痛满满的主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，愿救赎咱脱离死亡的权势，主耶稣的稳定甲疼痛，愿帮助咱看顾咱的保惠师、信心的同在甲扶持，拢甲咱正人之地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
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